再来看台大病院的副院长是表示讲，最近急诊的住院医师一直到第2轮、第3轮才招满额，所以建议政府提高住院医师的薪水，至少保障有6万块到8万块，来避免私人的病院抢人。也毋过，台北市医师工会是真不满因认为讲应该要整体来提升待遇甲环境，才有法度来解决问题。最近各大病院急诊谈判凸显护理人员出走的问题，毋但呢，医师能力也求进步。台大病院副院长罗培仁顶日指出，最近急诊住院医师招募到2、3轮才满额，建议政府将住院医师的薪水固定伫6万至8万，避免私立病院高薪抢人。就要到予台北市医师工会批评，这款的讲法会当讲是请鬼拆药单。你要让住院医师愿意接受这个4到6年非常辛苦，要值班，要做很多很密集的这一些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专科医师训练，你就要拿出更大的诱因。那如果不是这样，跟这个对着做，或者跟这个反方向而做的事情，当然都是请鬼拿药单。那医护能力食力，未少民众发现看完病领药的等待时间也变长啊。根据卫福部委任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发现，区域病院执业药师有离职计划的人达到33%，以下中心是有30%。医药界观察，目前北部病院欠药师上悬，大约是3成。对此，药师工会全联会表示，病院除了需要引进自动化调节设备，也要改善药师待遇甲就业环境，才会当留住人才。医院药师要留住人才，还是要靠完整的一个升迁制度，跟一个提供药师一个良好的生涯规划为目标。医改会呼吁卫生主管机关应该要检视医院药师的专业价值要如何被彰显。很多医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会把这个药师的待遇会再进行调整，再往上调。卫福部医师署强调，国内整体药师的能力并无欠，只是能力分配不平均，会检讨病院留未掉药师的原因，也鼓励病院调悬薪水待遇，各甲社区药局合作。减少病院调节工作量，另外，住院医师的劳动条件目前已经达至劳基法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